我係譚振國，我係第8屆新界北直選嘅立法會議員。我其實咧自細就喺新界北長大啦，讀書。我自己嘅從政起步點咧，亦都係喺新界北，所以我對北區咧係特別有感情、有認識，亦都有承擔。社福界啦、教育界啦，以及係喺商界等等，有一啲唔同嘅網絡經驗同埋人物。我好希望咧可以藉住我自己呢啲嘅背景啦，係更好咁樣去服務到我哋嘅市民，將市民嘅心聲咧係反映到去議會上，喺立法會度咧喺政策嘅層面上咧，更好咁幫助到我哋嘅市民去解決佢哋嘅困難。無論係地區抑或係全港性嘅政策制定，我都覺得應該要以市民為依歸，聆聽市民嘅心聲先至係最重要嘅。所以我希望運用我喺地區基層嘅呢啲經驗，將來帶到去我哋喺全港性政策制定嘅時候，作為我嘅理據同埋支持，讓我更好咁服務香港嘅市民。我自己平時咧就會打呢個西洋拳嘅，可以訓練我自己嘅耐力啦。我覺得喺我未來議會工作咧，其實呢個都係好重要嘅。我需要有一個好有耐心啦，有一個耐力去處理好多唔同嘅問題啦。喺未來嘅4年任期當中咧，你嘅工作規劃係點樣咧？其實民生無小事，推動我咧，希望可以喺立法會度更好咁樣去為市民服務嘅其中一個動力。而喺立法會入邊，我哋喺全港性嘅政策制定上咧，我哋必須要貼地，係要接地氣，解決到市民佢哋嘅困難。我好希望咧喺北部都會區嘅發展上咧，係可以貢獻我自己嘅力量。北部都會區嘅發展咧，除咗係經濟嘅新引擎之外咧，亦都係我哋香港嘅新中心。所以我好希望咧可以利用我自己喺唔同界別嘅經驗同埋呢一個嘅網絡啦，可以令到北部都會區嘅發展咧係提速提效嘅。希望政府咧用一啲更加創新嘅方式，咁令到咧北部都會區嘅發展咧係可以更加靈活嘅，包括我哋可以多一啲嘅優惠嘅政策包啊。你認為而家北都嘅發展當中咧，最需要提出嘅部分咧喺邊度咧？北部都會區嘅發展咧，我哋係好需要有產業嘅落戶，咁要真正有產業去帶動咧，先至可以令到北都咧係有一個長遠嘅發展嘅。希望可以喺議會度咧加強同埋加快去推動呢個專屬法例啦。我哋希望咧政府喺個專屬法例上咧可以拆牆鬆綁，企業需要啲乜嘢，我哋盡量可以去配合佢，咁呢個先至可以令到企業係加快去進駐。其實新界北嘅發展，我哋遇到嘅通常都係一啲交通啦、我哋就業啦等等嘅問題。咁其實呢啲咧都可以透過發展北部都會區咧去解決嘅。所以發展北都就係我哋再出發嘅一個契機。